油則圍蔽施工，形成視野盲區，要特別注意啲鬼鼠電雞。鬼鬼鼠鼠，黑鬼人憎啊！天黑路滑，社會複雜，我都細估唔到半路會殺出個程咬金，會出嚟跑步啊！冇得彈，前面停住好多車，形成視野盲區，地下仲有執缸，鬱鬱癢癢，呢個時候你就小心啦，因為太有出嚟啦！左望望，右望望，就係唔識抬頭望，精神！各自食翻個車輪餅先，唔使咁急停低問候對方嘅。你就衝紅燈，佢就逆行，我就諗翻起《三國演義》入邊嗰句經典名言啦：既生瑜，何生亮啊！你喺機動車度舒舒服服享受陽光嘅沐浴，防禦性駕駛嘅精髓，你少漏咗要防埋交通叔叔啊！今次你哋就真係捉蟲啦！精神！